就加慢读，恁读台语读看卖啊吼，对哈，看到我脑筋嘛会动做紧，慢读加慢读到底有啥不同？对哈，肯定嘛，而且咱等袂过来吼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这嘛是会使大家互相鼓励啦。过程甲学习的结果够同款，过程啊。甲学习的结果是无同款的，各位先生。有时候你想和你讲，我要来做，我要摕这个结果，我需要的是结果，结果你忽略，结果互你摕到来，你无伫咧享受中，你无伫沉浸中间，你觉得你开心吗？不知道，还是一个问号啦吼。所以不管是做理财也好，伫厝咧做人的爸爸妈妈，做人的囝也好，我想要强调那一个角色很重要。角色毋是你伫内当中快乐的，角色嘛也爱伫家庭当中、伫职业当中、伫任何一个环境当中，迄个角色你也有法度快乐。但是黄仁勋讲一句话，因为许仔昨仔即摆去上班，伊会讲，妈咪上班较有咧快乐的。第二人黄仁勋嘛讲啊，黄仁勋讲上班较有快乐的。伊讲较有迄个上班快乐的啦，你拢看我安尼吼，像我拢逐个企业拢讲快乐上班，各位浅显上班做工课较有咧快乐的，劳心劳力较有啥咧快乐的，伊嘛共款啊，伊讲伊嘛是劳心劳力，为啥摸甲请甲一个头要夹去？伊爱记迄个头壳落，迄个课业体力。千万富翁嘛是安尼嘛，惊咱拢共款啊，嘛比较足艰苦的时阵啊，伊有讲啊。无咧做工课，无咧扮演你的角色，拢足快乐。但是伊讲有一个物件会当互你快乐，叫做热情、热情。在各位浅显会当感受无？世间人讲热情，文德讲叫诚心。你那个热情一直往上生发，它就变成诚意、诚心、诚意。所以因为诚心诚意拿出来，各位浅显，你敢会感觉你真诶扮演的角色足艰苦？你咧做人的囝足艰苦，还是你做人的媳妇足艰苦？你咧做人的头家足艰苦，还是做人的新人足艰苦？敢会？你若是对这件代志有热心，你有热情，你到尾仔升华起来，感觉讲，你这就是咱彼此之间，咱过去是一段缘，不管是顺缘、逆缘、善缘、恶缘，不管什么缘，拢总缘，你都要抱着一颗心，讲心心。讲今仔就来当着伫遮，就感恩受教，感恩承受，忏悔反省，咱就家己改变为内面做好。安尼一当落来，敢搁会工作艰苦，其实大家拢快乐啊。会艰苦就是甘愿啊，我甘愿啊。唔甘愿的热情就无去啊，唔甘愿的心就无去。所以咱来道中来训练就是学者，所以你看咱4年教育的这个情形，因学着伊的身躯课程，还叫热情，叫热情，你的心是有提出。咱续来要来介绍一组，咱可能较陌生。咱较少咧去介绍，就讲咱道中咱阁有一组的班组叫做明德进前班，对，我嘛是迄个慢读原故讲袂清楚。明德精进班啦，嘿，台语叫明德精进班啦，安尼对吼，电视顶头安尼问对啊，明德精进班。